Hello，大家好。如果屋企有老友記，成日話部手機好難用，想同仔女孫仔視像，但又唔識撳，又或者想學影相用 app，但又驚撳錯，咁呢一個活動就好啱你啦。豐澤 Pro Team 依家提供長者限定銀髮學院工作坊，重點係1對1指導，60分鐘上堂體驗，由頭到尾都係貼身教，跟住你嘅速度慢慢嚟，唔使同人鬥快。我哋嘅服務地點有旺角、銅鑼灣，方便唔同地區嘅老友記。而且只要你係樂悠卡，又或者係長者卡嘅持卡人，費用全免，帶齊張卡同埋所需嘅電子設備就可以參加㗎啦。而內容方面，我哋會教到最實用嘅日常技能，例如點樣用手機做視像通訊，同屋企人見面傾偈，教你自拍同簡單構圖，影相更精神、更自然。教你用日常 App 同社交平台，學識分享生活，同埋教你日常付款點樣用得更方便、更得心應手。想報名好簡單嘅啫，上豐澤網站揀服務，再入 Pro Team 工作坊，揾銀髮學院就可以立即登記。名額有限，想學手機、學攝影、學新興趣嘅老友記就快啲嚟報名啦！